我要把我献给你。关音大师是不会放过他的。等弟弟吃完唐僧肉以后，就会成为真正的孙悟空，到时候谁也不用怕了。原来他一直都想取而代之。你会写婚帖吗？写4封，空出鼻子。哎呀！难道你还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？那也未必。你看，这是隐身符，乾坤袋。旺财，你咬的这根绳子为什么我觉得那么熟悉呢？这不就是我绑乾坤袋的那个绳子吗？好你个菩提老虎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来，嚣张啊你！啊！站住！我还以为这个用不上。葡萄，这边有好东西帮你，你快点过来啊！你快过来啊！你要先打这个最丑的。你说我丑，丑你妹呀！我打死你！你看，你打至尊宝这掌用力过猛了吧？真想不到，为了不让他跟你一起掉下来，你竟然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那掌上面。你，哎，我也没想到，你竟然顾及和春13娘的友情，先来攻击我。我更没想到，姐妹一场，她竟然偷袭我。白晶晶，你个贱人！原来你真对至尊宝动了真情。你刚才那个春样，就像500年前看那个死猴子一模一样。看来你也没放下那只臭猴子。我想起当年你不顾姐妹情深，横刀夺爱，我恨不得刚才一掌劈死你。哼，醒醒吧你！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他也没有爱过你吧？不然怎么可能许了婚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要不是你一路追杀，我要不是念在跟你一同修炼的姐妹之情，我早就对你动真格的了。来呀，试试啊！你先给我上来先。你为什么要堵我？因为你一定会阻拦我收拾白晶晶这个小贱人的。老朋友，你放心吧，以我们的交情，等我收拾完她，一定会帮你解毒的。看来不跟你打一仗是真不行了。有想法，我喜欢。不过你还是在下面待着吧。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。还是去找救兵吧。哎，
是一个葡萄，要不要那么拼呢？我都说我是神仙了，我有任务在身。不如你先停。你们2位，好好养伤吧。我先走了。你吓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没事吧？应该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要下山找救兵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？走。走。总算逃出来了啊！那你就这样子不管你那些兄弟们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看什么呀？看你啊，2妖怪1个没收着，自己还受了伤。我看我还是去找其他的高人相救吧。你还认识高人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废话，高人是你想叫就能叫到的，高人都是特别神秘的品尝。哼，不就是找不到呗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高人经常在我家附近出没。想当年，把我逼出来的就是那位高人，让我来斧头帮当帮主的就是那个高人。走，回你家。那行吧，那碰碰运气去啊，说不定他还在呢。吃饭啦！这是什么呀？厨房几乎弹尽粮绝，所以只能下面给你吃。好吧，好吧，空宝宝你好乖哟。你知道吗？是你让我知道，全世界充满爱的料理才是最好吃的料理。空宝宝，你真棒！你给我下毒！现在你也中毒了，快告诉我解药在哪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哦，原来在那。刚中毒不适应吧，慢慢就好啦。
香宝宝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你要不要闻啊？来，快！哎呀，不好闻的。你干嘛？又想那个臭猴子？不是，我累了，我休息一下。死猴子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，不然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！你们两个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下。我帮你们彻底看清他的真面目吧。婚贴。死猴子，他向我求婚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刚……啊，怎么了？我想出去走走。好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。好啊，那你早去早回，我在这等你。啊，你多保重。嗯。姑娘，本店不接待女客。前午照付，你给我一个房间就行。抱歉，姑娘，今日本店所有的包房都被一位大爷给承包了。什么人这么牛气啊？就是一位长得像牛一样的老爷，他的脾气也像牛。哦，那好吧。走了。青春，我要竞争。开心呐！哎，那怎么了？哎呀，总是一言难尽呢。这个葡萄来了。哎呀，没有，还有跟我可我贤弟。哎，贤弟，我问你啊，你这几天被煽到哪儿去了？这一会儿再说吧。我问你啊，哥，唐僧向你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啊，真的。听说他在到处找你，可每次当我得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，他都离开了。哎，这个死苍蝇命怎么这么硬呢？香香，你怎么离开绝青山了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来这儿干嘛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他们怎么来了？别慌啊！你去搞定铁扇公主，我去搞定刘香香，好吧？
臭妞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香宝宝，空宝宝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文静，你慢慢说啊。来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看你还能玩多久？香宝宝，你一定很累吧？来，我有事情跟你说啊。来，我们先吃啊。空宝宝，你先送给我玉佩，又给我下毒，你花样怎么那么多呀？现在又把我约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想先上车后补票啊？啊？补什么票啊？成亲呀！成亲！啊，哈哈哈！香宝，对对对，成亲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呀，真是。晴晴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妹，你不是去散心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哦，我迷路了。啊，怎么他们也来了？都能凑一桌麻将了。那俩女的是谁呀？他们呀，是我以前用假名冒名顶替的2个债主，估计是来追债来了。哎呀，香宝宝啊，你看啊，我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，不如你帮我去把那个白色衣服的姑娘引开吧。么么哒。好吧。这是哪儿啊？哎，白衣服那个，跟我来一下。你又是谁啊？你管我是谁？哪有那么多废话？跟我走就是了，走吧。师姐，师姐，哎。哎，春春，你来了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啊，你不喝，那吃个李子吧。为什么白晶晶也在这儿？啊，是吗？她也在这儿啊？啊，她在哪里啊？哎，她不在啊，春春，她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打我呀，春春？为什么骗我呀？我没有骗你啊。你没骗我，你为什么伤我的心？你把我的心都伤碎了，那你就滚得远远的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什么狗屁的婚帖，还把我师妹也给叫过来？你想干什么？因为我是特意来请她喝我们的喜酒的。说什么？春春，这段时间我终于想清楚了，你在我心中才是最好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在你心中是最好的。所以，你想清楚，要真的跟我成亲。不许再骗我。骗人我本来就不会，更何况是对你。把我玉佩还给我！春春，你师妹跟人打起来了，你要不要去帮她一下呀？她被打，你心疼了？哎，不是啊，你想啊，我们就要成亲了，她是你的妹妹，也就是说的小姨子呀，我们是亲戚啊，而且血虽然是红色的，是喜庆的，但这个时候反而不吉利啊。你想要不要去帮她一下？让。讨厌，快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！你神经病吧？这明明是我们家空宝宝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怎么可能？这个死女人敢打我师妹！她是我师妹，我自然会救她。但是至于你，给我听好了，从今以后不许再骗我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原谅你，再有一次我绝不饶恕，把你碎尸万段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
注意安全啊！哎呀，好凶险，还是走为上计啊！师妹，走，去别地儿30进去。等一下，师姐，我要先把我的玉佩拿回来。哼，搞笑，贼喊捉贼，不要脸！哼，你把我的定情信物拿走了，你还敢说我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呢！师妹，什么定情信物？当然是我跟空空的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跟孙悟空有定情信物？那又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给你的？你蠢牛，竟然妄想把你妹妹嫁给他！他要娶的人是我。铁扇，休想破坏我妹妹和我贤弟的婚事！什么事？小香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孙悟空，别拦着我呀！哎，哥，蠢牛！你们要结婚？这是我送给他的定情玉佩，怎么成了你们的订婚礼物了？你说什么？这玉佩是你送给孙悟空的？那还能有谁？死猴子，哪里跑？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不是刚好凑成一桌麻将吗？你看看你们相逢就是缘啊，好好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。闭嘴，臭猴子！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要跟我成亲，说我是最好的吗？哎呀妈！原来这个玉佩是他送给你的。你不是对我一见钟情吗？哎呀，这一见呢？为什么把我们的定情信物送给他？别打脸！贤弟啊，这种情况大哥真心是帮不了你。哎呀，不要打脸！谁我说不要打脸！哎，还打脸！难道是天狗食日？天已经黑了，女孩子在外面会很危险的。各位美女，不如先回家吧。闭嘴！这种天气很容易下大暴雨的，不如我们先避一避。哎，别跑！谁？不是让你跑啊！又是你这个三八！你为什么要害我呀？青霞，孙悟空，这次你逃不掉了吧？休息一下。自家仙子，你有伤在身，逃不掉他，绝对逃不过我的天眼。天眼睁不开了。还好我有东风特眼。好，下进去，快放开那条母狗！红鲤鱼，浪翻我去西西。多谢神君相助，东风特饮果然奇效，我的伤已经痊愈了。东旁特饮，年轻就要醒着拼。喏，欠你都还清了。之前的还清了，还有尾款。没关系，事成之后再付。
你刚才说子祥将与孙悟空有恩怨的人都约了起来，打算当众揭穿他。没错，你想想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到时候我只要捏爆这个太阳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哇！哇！哇！仙子，你这样的话真的会少了很多购物的乐趣。说，只要我捏爆这个太阳，天空中就会短时间形成天狗食日的现象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仙子，原本呢你只能在午夜时分出来，但是我利用这个小小的道具，就营造出了午夜的效果。换句话说，你就可以在白天的时候也可以出来嘚瑟了。这就是你千载难逢报仇的好机会。你说，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呀？只要你肯帮我杀了那个负心汉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孙悟空，我还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你还伤害这么多人。这是你咎由自取，不要怪我。只要你死了，大家都能解脱了。对。等一下，难道你们不好奇你们面前这个女人是谁吗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是你？这位姑娘是？关你啥事儿？他就是元凶。好，我就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哎，花招是你耍的，不是我。哎，你始乱终弃，我找你算账有什么问题？拜托，霞大姐，你放过我好不好吗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说放过就放过呀？你情你愿的开始，自自然然的结束，你为什么那么多年就放不下呢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好，你来找我报复，为什么要伤及这些无辜的女士们呢？少来这套！你我什么时候关心过别人的死活？哎，那是你，不是我。避免伤及无辜一直是我的分内之事。你就是太狡猾，想要抓到你，误伤是在所难免了。哦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误伤是在所难免的，这个圈套就是他设下的，是他把你们都找来陷害我的。你怎么这么坏呀你啊！原来是你设的套啊！我说这臭猴子不会那么无情吗？就是嘛。你这个女人好歹毒啊，害我差点伤了我们家空宝宝。我歹毒？喂，死女人，我早看你不顺眼了，那么卑鄙！你口口声声让我忘情妻，而你呢？你根本就没有放下，你怎么配做我们师傅？我不配。怪不得你总想斩断我的情丝呢。师傅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是他逼我的吗？你出现就是带着目的。又关你啥事儿？好了，各位，我有个好的建议，不如啊，我们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关起来，不要让她再作恶人间了。好，上，同意。想动我？哎呀，尾款不要了，还是小命要紧呢。女人打起架来好残暴啊！是啊，贤弟我很同情你啊，这种女人你也能 hold 得住，简直。男人好难啊。醒了，
你做的？向你学习啊。你又是怎么逃的呀？哎呀，这都要喊见你的好姐姐青霞了。怎么又出现在这会儿？哎呦，差一点就能收了你。说什么呢？你收了我，谁帮你找孙悟空呀？你真的会帮我找他吗？哟，哎呦，原来你都知道了呀。怪不得呀，你要施毒计置我于死地呀。怪我姐姐。哎，不要沮丧啊！你等我变成真的孙悟空，我们不就遵守诺言，帮你找到孙悟空了吗？就凭你，你也配啊？你，喂！哎呀，凭我肯定是不行啊，凭的是唐僧肉。等我吃了唐僧肉啊，你们还能拿我怎么办？二位，实在抱歉，小店只有一间住房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俩大男人住一块也无所谓，反正呢还可以省钱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么急啊？那行，那你开门呗。干什么你？你不等我你就自己进去，还把门关上？我要运功疗伤，需要静养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我怎么办呀？这儿就这么一间房。你皮糙肉厚，将就一晚不碍事儿。你怎么不将就？我都说了我要疗伤，你没听懂吗？我也疼，我也需要躺下来休养休养。你是一个神仙，你不应该照顾一下凡人吗？都说我得疗伤了，我这段时间怎么照顾你呢？等我伤好了之后，我再好好的爱护你啊。那不行，我也。对，没错，你就躺那儿吧，你别怕。等我伤养好之后呢，明天一次性把你身上的伤全部治好啊。晚安。你还笑？有没有同情心啊？那谁让你偷偷跑到我房间里面来的嘛？我就是怕黑去找你一块睡个觉。啊，你把我打成这个样，你是人吗？我还真不是人，我是神仙。了不起啊！就比你了不起。了不起，你去抓那俩妖怪，你别跟我去找高人了。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我当时不应该出手那么重。这样吧，我去买些好吃的给你吃，向你赔罪，可以吗？啊，想吃什么？我买给你。我要吃葡萄。葡萄你自己买，我不吃。你不爱吃葡萄？不爱吃。哦。竹蜻蜓哎，哇，好可爱！都知道了。你对菩提老子做了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把他给杀了？我这几天也没见到他。不过如果他这几天死了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。我是说，这几天跟我在一块儿的都是你吗？没想到吧？
你要干什么你？你大晚上的，为什么？你不准对我做什么，要不然我叫了啊！我告诉你。叫呗，大声的叫。不过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相信，你这个长相流氓的家伙，会被我这样一个弱小女子欺负呀？你这才叫耍流氓。好吧，如果你真的这么理解，也可以啊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向你打听消息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没说呢，你就知道我要找谁了？你除了找那个转世孙悟空和那什么唐僧以外，你还能找点什么呀？真聪明。不过你既然知道了，就赶快告诉我转世孙悟空的下落吧。我答应你，听完之后我马上就离开，而且我也会告诉师姐赶快离开斧头帮的。小姐，我跟你发誓，我跟他们真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你说什么我也不懂，我只求你放过我，行行好。还有我的那群兄弟们，别再来烦我们了。只要有过往的人员，我一定跟我的兄弟们好好帮你查看。那可未必。如果你真的跟那个转世孙悟空没有任何关系，那为什么菩提老祖那个老小子拼了命的要救你啊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他对我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老是做噩梦，梦见那黑漆漆的洞里面，一双一双的贱眼睛盯着我看。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感兴趣。如果你识相的话，就赶快告诉我转世孙悟空的下落。你说完了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要是知道有这么厉害的人存在的话，我早就去找他了。求救？怪不得你说要回家，去找那个指点你上五岳山的高人。原来他才是关键啊！告诉你，找着他以后，先让他给你治治你这脑子。别想了，你逃不掉的。谁说我要逃跑了？你看不见我是在看风景。包子，哦，出炉的包子，那有包子，热腾腾的包子，你要吧？好啊，给我来10个。10个呀？行，你等着啊。肉包子，哎，老板，哎，给我来11个包子。好嘞。这什么？这不要，就用手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！金秋姑娘，这个你帮我拿一下啊。哎，你追得挺快呀。几个包子，小白痴啊！那女的在那，你问她要钱呀？下去吃个饭还得女朋友结账，要不要脸？我不要脸，不要脸啊！好了，老板，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给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这个人渣吧。人渣？人渣也不是上辈子哪修来的福气，有这么好一女朋友，对她好点啊，小心遭雷劈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不要跑，这是没用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后面那白衣服女的要抢你新郎官啊！什么？来人呐，把那个勾引新郎的妖精给抓起来！知道吗？
走。复活。嗯。